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一起来共读诗篇第83篇，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诗篇第83篇，阿萨的诗。上帝啊，求你毋通恬恬，上帝啊，求你毋通无开喙，无出声，因为你的对敌在扰乱，怨恨你的人在反叛，因用奸诈的计谋要害你的子民，因参详要害你保护的人。因讲来，咱来消灭因，互因亡国，互以色列的名永远消失。因同心参详，立约联盟，要对抗你。因就是住布边的以东甲以实玛利人、摩押甲夏甲人、甲巴勒、阿门甲阿玛勒、菲利斯以及泰尼的子民。阿顺嘛甲因联合，做罗得子孙的联盟。求你对付因，亲像对付米甸人，亲像伫基顺河对付西西拉甲亚宾。因伫阮多马灭亡，变做地上的粪扫。求你互因的领袖亲像乌立甲西伊伯，互因的军长拢亲像西巴甲撒摩那。因讲，咱着来去，甲上帝牧场占做咱的。我的上帝啊，求你互因亲像光烈风卷起来，风仁爱，亲像互风吹走的草仔油。火安怎烧树拿？火焰安怎烧山岭？求你嘛安尼，用你的狂风对赶因。用你的保护，互因行行。上主啊，求你互因满面见笑，通来祈求你，愿因永远见笑行行，愿因闹开灭亡，愿因知只有你是上主，是掌管全地的至高上帝。今天这首诗篇83篇，也是亚萨的诗歌。那也是在诗篇第3卷当中的最后一首亚萨的诗。那这首诗的诗篇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南北国时期长期的对抗，也有可能是在历代志下的第20章。历代志下的第20章是约沙法作王的时候，他和北国的约兰王那有共同的相处，但是后来摩押人、亚门人、米乌尼人还有以东人，有4个国家来向约沙法来交战。那这时候约沙法非常的惧怕，因为有大军数不清的大军要来攻打南国的犹大。但是约沙法在这里来呼吁百姓。那在上帝的会中，也透过这个先知的话说，不要因大军恐惧，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而在乎神。所以约沙法就派着这一些耶路撒冷的居民，还有派着这些歌唱的人，然后呢颂赞神，使他们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前面。那上帝呢，就派他自己的伏兵，派了他的天使来击打犹大亚门人、摩押人、希尔三人，那使这些人大军呢都被打败。那这是约沙法第20章的记载。那我们可以来看这一首诗篇第83篇，那也是一样遭受了大军，甚至不仅4国联军，是10国联军。等一下我们可以来数一数。而这首诗呢，可以分成2大段来看。第一段呢，讲到求神来帮助拯救他们，因为有10个国家敌对他们的国家来威胁上帝的百姓，是从第1节到第8节。神啊，求你不要静默，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要不作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保护的人。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除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他们就是住帐篷的以东和以实玛利人、摩押和夏甲人、加巴勒、亚门、亚玛利、
非利士和推罗的居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做罗德子孙的帮手。所以1到8节一开始就是一个求告，非常紧急，因为求上帝不要静默，不要闭口无言，因为仇敌而且是恨恶神的仇敌，要同谋害上帝的百姓。他们怎么说呢？我们把他们除灭吧，这些国家联合起来，要除灭上帝的百姓，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的民不再被人纪念。所以他们厌恶上帝，痛恨上帝到一个程度，不愿上帝的百姓继续存活在这世上，要从历史上被消失。所以他们同心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的不仅是上帝的百姓，背后要抵挡的是神啊。好，那他们是谁呢？6、7、8节提到的，第一个以东，第二以实玛利，第三摩押，第四夏甲，第五加巴勒，第六亚门，第七亚玛利，第八非利士，第九推罗，第十是亚述。好，那这里亚述呢，也跟前面9个国家加在一起，那几乎是整个这个犹大国的四周围的国家都来对抗他们，做罗德的子孙帮手。罗德子孙就是前面讲的第3的摩押，还有第6的亚门，那就是帮助他们。所以是不是约沙法那个时代？但是背景非常的相像，所以这个场景呢，已经非常的急迫。这么多的国家，10国的联军要来攻打一个国家。那我们继续看的是第2段，从第9节到第18节。这诗人、上帝的儿女、百姓祷告的是求神能够照过去对待仇敌的方式来对待今日的眼前的这些的仇敌的联军，也让这些仇敌能够真正的来认识神才是真正的掌权者。所以也是把这样的情境是交给神，由神祷告求神亲自来出面。我们看第9到第18，求你待他们如待米甸，如在基顺河待西西拉和耶宾一样。他们在隐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求你使他们的贵族像俄利和希伊伯，使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萨木纳。因为他们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做自己的产业。我的神啊，求你使他们像旋风中的尘土，如风前的碎秸。火怎样焚烧树林，火焰怎样烧着山岭。求你也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耶和华，求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愿他们认识你的名是耶和华，唯独你是掌管全地的至高者。那在后面这一段呢，这么多的国家联合起来，但是呢，诗人想起了在士师记里面的基甸，那米甸人就是被基甸所打败的，所以士师记的第6章、第7章、第8章，那求上帝对待这10国联军，如同对待士师时期的基甸人米甸人能被基甸打败，又如同基顺和带西西拉、耶宾一样。西西拉、耶宾呢是被士师底波拉所打败，在士师记的第4章、第5章。所以求上帝兴起他的仆人来拯救他的子民。那这不论是米甸，不论是西西拉和耶宾，他们在隐多尔灭亡，成了地上的粪土。那也求你使他们贵族像俄利和希伊伯。俄利希伊伯在士师记的第7章25节，这是基甸的手下败将，使他们的王子都像西巴和萨木拿。这是在士师记的第8章4到21节，也是基甸的手下败将。所以这时候诗人看到的不是10国联军他们多么强大，而是想起了先前古时上帝的作为，以至于呢，上帝过去怎样曾经拯救他的百姓子民，相信在这个时候，上帝也是一样要来拯救他的百姓和子民啊。所以回想起上帝的作为。
那这些仇敌呢，好，他们都非常的狂妄，说我们要得神的住处，做自己的产业，好，就是要来把上帝的耶路撒冷锡安圣城，好，要成圣殿，好，成为自己占为己有。好，那13节诗人用第一人称单数，我的神啊，好，本来是我们，前面是我们，好，那到后面呢，说我的神啊。求你使他们像旋风中的尘土，风前的碎秸啊，就是像地上的尘土一样被吹散。好，因为在这个历代志下的20章，那这个约沙法他所面对的这些的四国联军的大军呢，其实非常的多。好，但是呢，上帝居然呃在一夜之间呢，好就来灭尽了这一些的大军。好，甚至当他们出去要征战的时候，发现这些敌人好都通通横尸遍野。那他们就收取这些敌人，反而是他们来夺取好敌人的东西，好多到没有办法带，好，因为东西太多了，好，总共收了3天呢，收了3天，所以他们最后第4天呢，就在比拉加谷，在比拉加的地方来称颂赞美神啊。因为他们知道是上帝因使他们战胜仇敌而大大的喜乐。在历代志下，约沙法所面临这场战争之后呢，让地上所有的邦国都听见神打败以色列仇敌，就惧怕神，所以约沙法的国就可以得享太平，神就让他四境平安了。所以这是约沙法他做王25年期间所遭遇的上帝的带领。所以这诗人想起了神过去的拯救和作为，要相信眼前的，即便是大军像尘土一样多，但是这些尘土最后都会被风吹散，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叫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的名。好，到底是谁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到底是哪一位神让他们有这么多的强的联手，最后能够却都一败涂地？愿他们认识你的名是耶和华，原来这是神，是上帝的作为。好，没有一个神能够像耶和华神一样，唯独你是掌管全地的至高者。今天这首诗的诗篇是一个在敌人来攻打的时候，是一个求神好来击败敌人的诗，也是一个在危急的时候好告诉自己百姓不要惧怕，不要害怕。虽然敌人大声的喧嚷，好，虽然敌人就是要来赶尽杀绝，好，虽然敌人还找了更多的敌人要来联合，要来下毒手，好，但是呢，呃，在这呃，在这包围当中，不要恐惧，而且如同约沙法这个约沙法时，这个先知亚哈西就对约沙法那时候的人民还有君王说：不要因这大军恐惧惊惶，因为胜败不在乎你们，而在乎神。所以，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记得胜败不在乎人，而在乎神。第三个，就是能够学习约沙法的智慧，让这些歌唱的人来颂赞神。我们也能够用诗篇来赞美神，穿上圣洁的礼服，走在军队的面前来赞美神。当称谢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好，那歌唱赞美上帝，自己主动来出击，也自己来率领他的百姓来得胜。当我们都能够从今天的诗篇83篇当中，亚萨的诗，能够得到智慧，也能够得到勇气，也能够得到信心。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你是昔在、今在、永在、全能的上帝，你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即便仇敌要吞吃上帝的子民，因为他们对上帝有极大的记恨，但是上帝，你仍然是公义的神，你仍然是信实的上帝，你的名无人能及，你的作为无人能比。愿上帝在你每一个儿女的身上来掌权。当你的儿女在困境当中被夹在困难当中的时候，也愿神你亲自来伸手，
用你的旋风，用你的火，用你的狂风，用你的暴雨来吹散、赶走敌人，使仇敌满面羞耻，也让仇敌寻求你的名，认识你的名是耶和华，你是掌管全地的主上帝。愿神你在每个儿女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你的作为，彰显你的同在，好叫世人都能够认识你、敬畏你。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大家，大家平安。